关心这庙会放炮啊，去影响到过路人的消息。昨暝屏东县坎顶乡一间公庙，将规条车路拢摆炮啊，一直放变变叫。有桥头的人本来要通过，发现讲炮已经咧变变叫啊，唔敢过呢，惊甲用纸箱啊，规人啊砍掉，咧个密伫车后壁，就惊讲好只烟火去伤到，对面看起来有够呢危险。 依照警方调查，虽讲这个庙会活动有申请，不过敢若有一半的路权尔，现场有明显妨害到交通甲占用道路，讲会加罚2400块。规条道路拢是炮火伫咧空中乒乒乓乓，往烟散呼，吵人的声音，互骑机车的民众惊甲赶紧闪。一个骑机车的查某民众直接摕纸绳环甲家己砍掉花，就惊扣炮火射着。 来到事发地点，规条大路拢无变扫，涂骹流落来粪扫，阿里阿查，互民众看甲掠狂。作为粪扫，咱走位咱遮来，迄无意思啦，真正会掠狂呢。啊，人咧坐天咧看啦，莫做甲遐尔恶质啦。足大声吼，大家迄个吼拢停起来，拢看伊啊放遐炮吼，放差不多10几分钟。昨暗时啊，屏东县坎顶乡一间公庙举办婚赠活动，煞影响到当地民众。警察讲，虽然有申请，不过占着道路已经违法。占用道路违规部分，本分局已依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处行为人或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款。本正单纯闹热的宗教活动，煞变作是扰乱民众行为，恐惊失去信仰的本质和义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